好，歡迎收睇呢集嘅自由 live show 吓，今日又要講姜濤啊，真係估唔到咧，一個即係吓政治評論嘅節目咧，唔知點解已經係兩次都要掂到咧，即係香港呢一位啊頂流明星姜濤啊。嗱，不過佢已經講咗啦，唔好話我頂流，佢話自己冇話過自己係頂流嘅。上次就係王晶啦吓，就喺微博度咧突然間咧就去攻擊呢一個姜濤啊，用咗6字嘅賤言去形容佢。咁啊，你以為嗰個風波就告一段落啦？緊接住咧，又有第二炮喎，正所謂真係一浪接一浪啦，你只能夠話人紅啊，真係是非多㗎。今次咧就嚟到香港嘅本土派啊，呢一啲咁樣嘅建制人物咧就發功㗎。其實叫佢哋建制派咧都係要商榷㗎。我一陣間就會同大家講下咧，形容呢一啲即係叫做建制人士嚇。其實而家個稱呼係有好大嘅變化嘅，我哋一陣間可以慢慢同大家解釋下。咁但係呢一班嘅建制人士咧，而家就發功啦。就攻擊姜濤同埋陳卓賢，主要咧就係話佢哋咩咧？即係其實如果你唔睇新聞，你真係好難想像嘅。話佢哋得罪大熊貓，係冇錯，唔係得罪啲 fans，唔係得罪首歌，唔係得罪樂壇，唔係得罪電影，而家係話姜濤同埋陳卓賢得罪大熊貓。我諗作為姜濤咧，或者 Mirror 嘅成員啦，我諗佢哋應該發夢都估唔到。哎呀，你話我唱歌難聽，可能我都可以接受啊。你話我拍戲唔好睇，我都可以接受啊。你話我唔夠紅啊，話我肥啊，話我跳舞，樣樣都可以接受。不過我諗佢哋好難想象，有朝一日佢哋竟然會衰喺一個動物身上面。佢哋竟然話搶咗大熊貓嘅風頭，哇！真係你話作為佢經理人花姐，我諗都好難諗到就係你哋兩個唔好咁曳啦，你哋兩個唔好搶咗大熊貓鏡先得啊！但係大熊貓點同我搶鏡咧？點樣可以爭到佢鏡頭咧？即係呢一個咁荒謬絕倫嘅事咧，喺香港真係上演咗喎。建制嘅呢一班咁樣嘅叫做健將啊，火力全開、接力炮轟咧，都係針對住即係話Mirror 咧，話佢哋侮辱國寶。搶咗熊貓鏡，甚至乎就會上升去到咧，就係話教壞細路。點解啊？因為話海洋公園嘅操作咧，銅臭味十足。喂，究竟背後發生咩事咧？姜濤佢哋點解又再次被人得罪，又要係即係遭受呢個炮轟咧？係純粹呢一班人啊，即係精神上腦啊，攻擊者就 haters，佢哋就實在係太過思維錯亂啦，定係背後又有政治目的嘅咧？好攰啊！嗬〜睇隻熊貓，聽下歌，捧一捧藝人，都有要牽涉去到政治鬥爭裏邊，冇辦法啦。呢個就係今日嘅新香港啦。我哋一齊嚟研究下，究竟呢一個姜濤熊貓背後咧，今次發生啲咩事？歡迎大家可以 subscribe、share、comment、like 自由 live show 嘅。嗱，先同大家講下咧，就係邊個人發功先啦。咁啊嗱，OK，成個故事咧就係由海洋公園接收咗中央送嚟嘅熊貓。呢個家姐細佬，咁啊呢個家姐細佬嚟到之後咧，就成為咗即係新寵兒啊嚇！大家就話耶萬千寵愛啊，熊貓經濟咁樣。咁啊海洋公園咧就做咗唔少嘅商業活動咧，就迎接呢一波嘅熊貓經濟潮流㗎。咁啊近期啲咧，其實就係揾咗姜濤同埋陳卓賢，就做咗佢哋嘅升級嘅契爸，就做呢個熊貓嘅契爸，仲成立咗個後援會添。嗱，我哋可以一齊嚟睇下啦。姜濤陳卓賢就任呢個熊貓寶寶嘅升級契爸。嗱，咁啊其實真係識揀嘅，因為點解咧？嗱，姜濤咁當然啦，喺 Mirror 裏邊咧，佢一定係人氣鼎盛嗰個嚟噶啦。嗱，我啊潔身自愛，我唔會話佢係最紅嗰個。如果唔係咧，可能好多鏡粉就話唔係我嗰個紅過佢。嗱，總之佢係裏邊嘅一個即係焦點人物啦，一定冇走雞啦，係咪先？咁啊陳卓賢咧，亦都係當時得令喎。嗱，佢本身都紅啦，咁但係仲要而家。即係你知啦，自從阿局長即係公開話俾大家聽咧，我就係好中意陳卓賢之後咧，哇！大家紛紛就會覺得，咦？咁揾佢嘅話咧，係咪即係等於都可以得到即係一半啊官場嘅加持咧？唔知係咪有呢啲諗法啦嚇？但係總之你揀佢哋呢一 pair 組合咧，都可以話係上中下三路都冇得輸噶啦。姜濤再加埋即係陳卓賢咁樣，咁啊然後佢哋就成為咗呢一個熊貓寶寶嘅升級契爸。佢哋仲成立咗後援會喎，好犀利喎！大熊貓家姐細佬後援會成立典禮，哇！你睇下幾犀利，又有即係大合照。嗱，呢張啊震撼啦，因為現場咧我都數唔到有幾多人啊！我諗你話有過千我都信嘅，真係。總之就大家就仔仔一堂啦嚇，
就去影呢張相啦。但係你估唔到喎，佢哋呢個升級後援會，再加埋呢一個升級契巴，然後仲有咁墟冚嘅 fans 應援場面咧，就係成為咗今次攻擊嘅對象啦。嗱，統計咗啦，罪名有幾樣嘢嘅，先由呢張相講起。呢張相其實你如果唔睇，你唔睇個批鬥嘅內容嘅話咧，你橫睇掂睇左睇右睇冇乜嘢啊，咁咪成班好多人影合照啊嘛。嗱，好似睇得唔清楚係嘛？OK，好多人影合照啊嘛，咁啊合照咪大家就喺呢度咯，咁啊大家濟濟一堂應援啊嘛，咁啊所以就有張相擺喺度。你去旅行團啊，或者你去參加啲乜嘢大型嘅活動，你都會見到呢啲相噶啦。但係佢話俾你聽咧，有問題係啦，邊個話有問題咧？因為佢話啦，呢度就有個 banner， 大熊貓家姐細佬後援會主題 banner， 佢話擺咗喺地下度啊。佢點講啊？呢一個，唔好意思啊，喐嚟喐去添嗰個畫面嚇。呢一個咧叫做 Save Hong Kong 咧，佢就出嚟就炮轟，佢就出嚟炮轟喎。佢炮轟啲咩咧？佢就話啦，如同踐踏中國國旗。佢話班垃圾將熊貓主題 poster 放喺地下，好明顯就係踐踏緊中國國旗。後邊班阿黃豬毛應該係咁讀啩嚇，全部只係舉住條井底走音垃圾人名牌，真係好 L 嬲，俾呢班黃豬借咗熊貓上位，呢啲垃圾行為真係有辱國家，請廣傳。嗱，呢個地方咧就有幾個論點㗎。第一咧就係我真係唔知道原來呢個 banner 裏邊有中國國旗喺度嘅咩？喂！即係我成日都話啦，你驗眼啦，香港好多地方免費嘅喎，係咪？呢個 banner 有文字有圖案，邊有國旗咧？國旗係5星紅旗喎，究竟呢一班自稱愛國 Save Hong Kong 嘅人士，佢係咪搞唔清楚國旗究竟係長什麼樣子嘅咧？會唔會佢哋先至係犯咗侮辱國旗罪咧？嚇！喂，熊貓啊，頂籠你最多話熊貓係國寶。熊貓係國寶都唔等於國旗係嘛？係咪？嗱，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究竟點解將佢呢個 banner 擺喺地下就代表係一個侮辱嘅行為咧？你去旅行啊，立晒成棚人拎住嗰個啲乜乜旅行社嗰個 banner，有陣時你都拎唔到咁大個位咧，都係擺落地下度影張咁樣嘅相片，高空俯瞰展現氣勢。即係如果佢呢啲擺落地下，佢都能夠將佢聯想到係叫做踐踏同侮辱嘅話咧，咁啊你記住咯，之前11國慶咧，大家都見過有好多嗰啲咧，成地國旗抌喺垃圾桶旁邊嘅嗰啲相片，唔知佢哋會唔會覺得嗰啲先至叫做真係侮辱國旗咧？嗰啲係咪都要請廣傳咧？嗰啲係咪都應該揾國安嚟跟一跟咧？如果唔係，一張海報使唔使觸動到咁大神經啊？嗱，不過你要留意啦，其實佢已經點出咗個端倪嘅啦。阿黃豬後邊嗰啲咧就係即係其次嘅啫，話咩走唔走音嗰啲。黃豬呢件事係緊要啊嘛，即係話又係楞緊咧嗰個所謂嘅即係政治嘅意識、政治嘅動機。嗱，呢個係罪名一啫，罪名二，如果你話呢一個即係叫吹毛求疵嘅話咧，罪名二咧就係佢哋認為而家佢哋搶咗風頭啊，搶咗風頭侮辱國寶啊。嗰個搶風頭嘅原因咧，有一啲咧就話啦，因為姜濤講咗句想瞓覺。就俾人話佢態度懶散唔認真，話佢侮辱國寶。嗱，有一說一啊，呢個片段咧我都有睇到，姜濤話真係講咗句想瞓覺。其實亦都係公道啲講，你係真係可以批評佢嘅，你真係可以批評佢。喂，你既然即係做得代言喺客面前，你點會無端端講出即係要打喊路啊呢啲咁樣嘅說話嘅？你係可以從一個演藝人嘅專業角度咧，你係可以去批評佢嘅。但係咁，又係叫做一筆還一筆。你從演藝人嘅操守去批評佢，會唔會唔夠專業？但係就唔等於可以上綱上線，變成就係侮辱國寶啦，踐踏緊呢一個中國人嘅尊嚴啦。嗱，呢個真係完全兩回事嚟噶。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俾呢兩種嘅批評咧撈埋一齊。再強調一次，你可以話佢咧唔夠專業，因為大把人眼瞓咧，照開工。照會出席商業活動嘅，但係批評佢唔專業就唔等於侮辱國寶嗱。咁但係佢哋就攞咗嚟攻擊啦。咁然後第二個攻擊嘅對象咧，就話佢哋搶咗科啊。你見到啦，大公報出咗個文章，
大熊貓才是明星。點講呢？其實佢就話啦，推廣宣傳，明星只能夠係配角，大熊貓先至可以係主角。講到明，大熊貓要做主角，唔可以喧賓奪主、主次顛倒嘅。但係佢認為啦，成個後援會嘅成立過程同埋照片呢，可以見到大熊貓被邊緣化。文章話啦，好多參加後援會嘅市民都覺得活動變質變美，質疑係商業活動多過保育活動，係對國寶嘅唔尊重。嗱，呢個留意啦，邊啲參加咗後援會嘅市民會覺得活動變質變美呢？喂，大佬，你參加呢個後援會，我諗你都知係咩回事嚟㗎啦，係咪？應該都可能係即係同阿 Mirror 呢兩位嘅偶像有啲關係㗎嘛。咁你入到去，如果你其中一個目的係想睇熊貓嘅，咁你會睇到熊貓啦。如果你嘅目的係想支持偶像嘅，咁你又會支持到偶像啦。咁你變咩美呢？嗱，不過你都明嘅，呢啲叫做一些參加了呢，其實就通常你喺呢個世界都揾唔到佢㗎啦嚇。好啦，然後就咁講，交幾百蚊會費成為後援會嘅會員呢，可以優先參觀大熊貓，享有其他福利。對於非會員但買飛入場嘅公眾呢，可能會造成咗唔公平，因為佢哋排隊入場嘅時間更長，衍生咗有錢大晒嘅印象。嗱，呢個 point 呢，唔止出現咗一次啊，佢而家就話俾你聽，有錢俾嗰啲就會有優先可以參觀，咁唔係好正常嘅咩？咩叫優先訂咗啊？你去任何主題樂園，你俾錢多啲，你都有 fast pass 啦，係咪先？同埋咁呢個係即係大家付出啫嘛，一啲就付出時間，一啲就付出金錢。如果你兩樣都唔想付出嘅，咁你可以喺屋企睇嗰個24小時嘅電視，係咪？好啦，咁啊唔止喎，仲有嘅呢一個咧，後來嗰個屈永賢啊，亦都咧就再次發言啦。屈永賢喺發言裏邊咧，佢亦都有提到一點嘅，佢就話唔單止係講緊呢一個叫做後援會啊，佢話咧其實之前啊，亦都有出過呢個叫做貴賓團啊嘛，因為咧之前海洋公園出咗貴賓團，就話你俾1500蚊，你就可以早啲入去排隊。嗱，嗰個就同 Mirror 嗰啲完全冇關嘅，係海洋公園自己出嘅。咁啊，屈永賢喺佢最新嘅嗰個節目裏邊又有批評㗎，佢就話：喂，呢個做法灌輸緊俾社會大眾一個乜嘢嘅認識咧？佢話嗰個認識就係有錢大晒。佢話有錢大晒，佢話豈有此理，可以俾到錢嘅嚇，於是乎就可以早啲入場去同啲人睇。佢話呢個簡直係宣傳緊一個錯誤嘅社會風氣，就係叫做有錢大晒。嗱，我哋睇下呢度啦。屈永賢又攻擊之前啦，就係話：喂，你俾1500蚊睇熊貓貴賓團，然後76萬揾國寶做報警版。呢個76萬係咩嚟嘅咧？76萬咧，佢係話後援會啲人捐錢，同埋話佢哋籌到76萬俾海洋公園。咁佢認為咧，籌到錢都唔啱嘅，籌到錢咧就難免令人想到捐錢同明星聚會有關聯，勁唔勁啊？即係你幫熊貓籌到錢咧，佢都唔中意嘅。佢覺得因為靠明星而唔係真心中意熊貓，我唔要呢啲咁嘅湊錢。然後佢仲要講貴賓團1500蚊，所有嘢加埋一齊咧，佢就話啦，880蚊後援會入會費，1500蚊睇熊貓貴賓團，76萬揾國寶做報警版。呢啲舉動給社會和孩子做了什麼教育？不就是有錢大晒4個字嗎？好嘢，好嘢。嗱，為此你大概已經見到咧嗰段，即係呢一個關於對姜濤啦、對陳卓賢啦、對海洋公園呢一個所謂唯利是圖嘅做法咧，嗰種嘅批判嘅行為。當然仲有啦，譬如有啲即係更不入流嗰啲玻璃珠，佢就會話啦，點解要揾 Mirror 去做呢一個叫做升級嘅契爸？佢話啦，我好記得㗎，因為阿玻璃珠咧，佢就有提到一點啊，佢就咁講嘅。佢話 Mirror 當初嘅崛起，大部分都係因為香港呢一班反中港獨黃人嘅情緒寄託。Mirror 成員一直拒絕做支持祖國嘅活動，同中國劃清界線。成員之一Anson Kong 咧，曾經喺熊貓去世、安安去世嘅時候咧，就喺一個好話抵死嘅留言裏邊點讚。有多惡毒嘅人先至會認同無辜嘅國寶係抵死咧？
所以佢話啦，夠膽叫佢哋講聲支持中國，先可以做我哋國寶嘅契爸。大熊貓是中國的。嗱，佢呢個論點咧，我哋一陣間可以討論下㗎。咁但係你大概知道啦，即係呢個就係發生喺Mirror 身上面同熊貓種種不幸嘅事情啊。呢啲就係佢哋被攻擊嘅地方啦。你話究竟點解會發生呢啲事咧？得兩個原因嘅啫，一就係好勻循咯，佢哋夠鐘食藥發作咯；二有政治目的。咁我哋先講第一個啊，就係純粹夠鐘食藥發作。點解話即係呢啲攻擊都係唔合理，同埋屬於即係思維有問題嘅人先會咁諗嘅咧？即係好簡單。第一，香港從來都係商業主導嘅世界嚟㗎啦，係咪先？你搞任何活動，你就算係賑災啊，由以前嘅華東水災到近年嘅呢啲地震嘅籌款，你都一定會揾明星㗎啦。你都一定會有一啲所謂嘅即係表演嘅節目㗎啦。你就連香港不嬲都有嗰啲咩歡樂滿東華啊，一模一樣㗎。你都要有商業元素，你先會做到成果出嚟㗎，係咪？呢個係常識嚟㗎啦。你冇理由話你點解捐款你要唱歌？明明係地震嘅，你做咩籌款？你都要揾啲藝人出嚟講嘢，又要唱兩首歌啊？你如果咁樣做嘅話，究竟你係捐錢俾明星，定係捐錢俾祖國嘅災民？你呢個目的不純啊！我唔要你啲錢，咁你就連希望工程啊，又或者係嗰啲即係宣明會啊，去到好多嗰啲地方做扶貧啊，好多 NGO 做扶貧，你都要揾個明星㗎啦。咁係咪你又要拒絕晒所有呢一啲明星進場咧？冇可能㗎嘛！唔通你質疑啲人捐錢嘅究竟想睇星定係想救災咩？係咪？好啦，呢個即係基本上常識嚟嘅。咁第二啦，明星搶國寶焦點又係笑話嚟嘅。呢個世界咧，唔係每一樣嘢都係一方抽另一方水嘅，好多時都係互惠互利嘅。熊貓可以借明星嘅人氣，可以將佢大力推廣入屋，等多啲人都知道，又或者有興趣。調翻轉㗎，明星都係借國寶之名，其實又係可以令到自己嗰個叫做聲望咧，又再係更加多啲㗎。marketing 嘅策略一定係 win-win 㗎啦。祖國成日講 win-win， 成日都話要雙贏，但係唔知點解咧，佢哋喺呢一啲政治鬥爭嘅事情上面咧，佢永遠就覺得咧俾人討咗便宜嘅，明明係應該一個互惠互利嘅。咁但係我哋又了解嘅，係咪？東江水咁多年以嚟，我哋長期都係接受一個就係咧得到恩典，接受咗祖國施捨嘅咁樣嘅心態。開咩 SIPA 啊，又或者你有啲乜嘢嘅行業啊，或者自由行嚟俾香港咧，永遠都係單方面嘅。祖國送大禮，祖國益街坊，大平賣，感恩啦，你班友仔跪低啦。咁但係你理性啲嘅，你都會知道係互惠互利噶嘛。東江水你唔要嘅都倒噶啦，係咪？你唔係送俾我哋嘅，要買嘅。咩 SIPA 啊，或者自由行啊嗰啲，咁難道你諗住綁住你啲國民喺自己嘅嗰個鄉村範圍，呢一世都冇得嚟香港玩咩？對佢哋都唔公平噶。咁至於你嗰啲貿易啊，從來都係互惠互利噶啦。我哋帶嚟人流，佢哋帶嚟金流，又或者我哋上去買佢哋啲嘢。所以如果你冇呢一種互惠互利嘅心態咧，你就會成日覺得係單方面人哋佔咗你便宜，或者攞咗你着數嘅。所以你話明星搶國寶焦點，喂，你諗下。咁你家姐細佬，你唔可以你1年365日都淨係 sell 家姐細佬㗎，你都要可持續行銷先得㗎。所以你間唔中國寶加明星，咁又有啲粉絲嘅支持，呢個先至係穩定嘅收入來源嚟㗎嘛，合理到不得之了嘅。好啦，再講啦，佢話明星係主角，明星唔應該做主角，國寶先至係。喂，咁你下次政府係咪唔好再揾明星做選民登記咧？嗰啲咩基本法宣傳咧，11國慶你都唔好再揾咁多香港啊或者台灣嗰啲明星咧嚟圍爐打卡點讚咧，我係做過。因為點解？根據頭先嗰啲咁嘅建制人士嘅邏輯咧，嗰啲粉絲淨係為咗睇偶像，根本唔係心繫家國。我都唔係因為真係支持祖國嘅，我可能係支持嗰一啲咁樣嘅奶共藝人嘅啫。如果根據呢個邏輯，係咪以後呢啲藝人係唔應該出席任何嘅政治宣傳活動咧？又或者係咪你要同我量度咯？咁究竟當啲藝人表態嘅時候咧，佢係為咗真係支持祖國，定係因為支持祖國完之後會有粉絲嘅支持咧？佢都唔一定係真心㗎喎。即係所以你講到呢度係好笑㗎。
究竟有邊一個佢哋嘅指控、佢哋嘅罪名係成立嘅咧？更加唔好講熊貓，你話佢係主角，其實佢從來都唔係主角。點解咧？喂，熊貓從來都係一個政治嘅配角嚟嘅喎。由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有呢個熊貓外交以嚟咧，每一隻熊貓送出去都唔係為咗教育，唔係為咗保育。即係呢一啲建制人士而家掛喺口邊咧，就話啦，熊貓為咗教育，為咗保育 ，no 啦！你由第一次送熊貓出去，嗰個就已經為咗政治結盟嘅因素嚟嘅啫嘛。我哋翻查資料咧，你可以睇下㗎，究竟其實以前熊貓送過去俾啲即係咩嘅地方？1972年，呢一個叫做OK 嗱，應該由呢度開始睇翻。由幾時開始送咧？1957年，毛澤東送出第一隻熊貓，係送俾莫斯科嘅動物園。OK，難道你話俾我聽，因為蘇聯特別中意保育熊貓咩？肯定唔係啦，因為嗰陣時中蘇關係啊嘛。然後啦，再去送到係乜嘢嚟嘅咧？佢話原來第二隻咧喺跟住送去俾美國。1972年就送俾美國尼克遜，因為中美要建交。再去到後來咧，佢話原來排喺美蘇之後咧，就送俾北韓。咁你諗下啦，送俾蘇聯、送俾美國、送俾北韓，照計唔係因為想將呢個保育同埋教育嘅任務交俾佢哋係嘛？亦都應該唔會係金氏王朝話俾你聽，我哋真係好中意保育熊貓㗎，不如我幫你一把。從來都唔係為咗呢個叫做即係動物生態，係為咗政治生態嘅啫嘛，係咪？更何況如果你話唔應該講錢嘅話咧，大家都知道啦。開頭中國嘅熊貓係送俾人嘅，但係去到後來咧，84年之後咧，其實就好似租車嘅概念擺咗熊貓上面。中國將熊貓係短租俾動物園，呢一個咧先至係佢後來嘅嗰個符合經濟效益嘅做法。咁你話係咪中國唔應該咁講錢咧？係咪呢啲叫做商業性質就遮蓋咗動物保育嘅嗰個本意咧？大家好明顯知道唔係啦。所以你話明星搶咗熊貓嘅風頭，令人哋咧忽視咗熊貓嘅保育嘅概念。咁不如你下次先同中共講一講，唔好再將熊貓咧當作係政治工具咁樣周圍送，即係政治先係主角，熊貓先係配角。但係呢一啲都唔係最緊要嘅，因為如果呢一啲係罪名嘅話咧，咁啊只係呢啲即係建制派咧就有啲精神錯亂嘅啫。但係你恐防佢唔係純粹精神錯亂咧，佢係有政治目的啊嘛。咁呢個政治目的，如果你睇翻轉頭嘅，咪就係得一個咯，咪就係批鬥 MIRROR 嘅成員係黃絲咯。所以你先會見到，無論係頭先個咩玻璃珠啊或者係嗰啲即係建制 Save Hong Kong 啊嗰啲咧，其實佢全部都係將個矛頭就焦點咧就擺咗喺呢班人係黃絲身上。呢一班 MIRROR 嘅藝員咧唔支持祖國咁樣。屈穎妍嗰個咧叫做有少少水平㗎啦，佢將佢拉扯去到咧就係話太過商業化，太過喧賓奪主啊，令到人哋唔知道個主次啊。但係其實歸根到底，如果呢隊唔係 MIRROR 嘅話，你試下係譚詠麟啊、曾志偉啊嗰啲，佢會唔會出呢啲聲啊？係咪？肯定唔會啦，仲會同你點讚添。所以問題就係出喺仲係用緊黃絲藝人呢個概念套落 MIRROR 身上，然後進行批鬥。喂，真係我諗係咪可以講聲好心同埋唔該咧？嗱，因為呢個概念唔係話唔分黃藍啊，而係其實就連好多即係香港人啊，都慢慢會覺得唔好將 MIRROR 嘅價值就純粹係將佢建基於呢個黃絲經濟身上啦。因為畢竟其實而家大家都清醒咗好多噶啦，你冇辦法再喺佢哋地方揾咁多呢個所謂嘅黃色嘅特質出嚟㗎。你上一上各大嗰啲討論區，因為你知啦 MIRROR 好多 haters 噶嘛，好老實。你睇一睇佢哋嗰啲批評，即係如果你嗰啲建制人士上去呢啲網，你就會發現，你仲話佢哋係黃絲咧，其實有人會嬲噶，因為有啲人就會揾好多唔同嘅證據去話俾你聽，佢哋點會算係黃啊？譬如呢個又話佢會幫金拱門賣廣告啊，呢個又話咧，喂，佢都好似有慰問過。好似係上大陸嘅一啲水災啊、人禍啊嗰啲咁樣嘅災難嘅，佢都有做出呢啲慰問嘅。因為喺好多呢啲叫做 die hard 叫做黃絲嘅標準裏邊咧，頭先呢幾樣嘢係唔可以做嘅。你係唔可以做一啲
即係所謂嘅藍店嘅廣告啦，你唔可以為大陸嘅一啲事情咧就撐台啦，唔可以為佢哋籌款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用呢個標準嘅話，咁佢哋點可能係黃絲咧？有更多人甚至乎都會即係質疑就係話，佢冇其他表態㗎咯喎。咁點解你會話佢哋係黃絲啊？即係Will 就係黃㗎啦，Will 都係扮黃嘅啫喎。嗱，呢啲都係咧條街裏邊好多呢啲聲音嘅，所以呢個先係有趣嘅地方。一方面就呢啲建制派話佢哋係黃絲，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亦都有一批反 Mirror 嘅人士就話啦，黃乜鬼？佢哋一啲都唔黃，係啦，頭髮染完就黃啦。咁你話我係 Mirror 嘅話，我就企喺中間，我又冇話過自己係黃，我又冇話過自己係藍，但係你又話我衰，呢個又話我賤，夾喺中間嘅，其實佢哋應該站過咩位先至能夠可以好好地咁樣唱歌落去咧？就連我諗你聽歌嘅人啊，你都會喺度諗緊，究竟我而家係當佢係黃絲嚟撐啊，定係當佢係一個普通嘅藝人嚟撐啊？你每次想鬧佢，即係你諗下，你作為一個即係嗰啲 haters 啊，你可能每次想批評佢哋嘅時候，你都會發現，咦唔對路喎，建制派都走出嚟抽水喎，嗱咁啊好尷尬啦！你攻擊佢就可能係純粹出於娛樂上面嘅生態，純粹出於歌藝嘅批評，但係加埋嗰啲建制派咧，事情就變了味道，嗰啲好明顯嘅政治批鬥嚟嘅，我又於心何忍要同呢啲人同流合污咧？所以而家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尷尬嘅情況啦。讚中意 Mirror 嗰啲就會俾建制派當咗你係黃絲，你批評 Mirror 嗰啲咧就會俾人話你同建制派合流一齊嚟咧，即係叫做破壞香港僅有嘅呢啲叫做藝人嘅良心咁樣。呢啲全部都係不必要，亦都係諗多咗嘅。我哋真係好希望呢一批即係建制派嘅院友咧，我真係希望佢哋按時食藥。你真係放過大家啦！香港難得俾你搞到一個熊貓經濟，甚至乎難得有一隊組合係可以撐得起場，有啲 noise。嗱，你冇話佢一定係實力超群嘅，但至少佢可以令到香港嘅即係娛樂圈咧多翻啲生氣啊！但係你就要用政治嘅方法去攻擊佢。嗱，我再次強調，如果你唔係用政治嘅方法，係譬如你一般，你對呢一隊嘅組合，你覺得佢嘅歌藝你唔滿意，你覺得佢嘅表演唔成熟嘅話咧，喂，我覺得呢個反而好正常喎。呢個係市場生態嚟噶嘛，你可以用市場嘅角度去批評佢，你可以用一個粉絲嘅角度，用一個樂迷角度去批評佢。喂，我覺得呢個係良性嘅，我接受呢一種嘅批評嘅。但政治批鬥就唔同批評啊，係咪？你用政治批鬥嘅方式，你係咪真係想香港死多兩錢重先得㗎？所以就連上次王晶批判姜濤嘅時候，有啲人都話：喂，佢係咪咧？案中有案啊，係咪諗住批姜濤就批 Mirror， 批 Mirror 就批 ViuTV， 批 ViuTV 就批李澤楷，批李澤楷就批李嘉誠，批李嘉誠就批巴拿馬。嗱，呢條線咧，我係不敢苟同嘅，因為我覺得咧太間接啦，太間接啦。而我相信你如果真係要搞李嘉誠，你有更加明顯嘅方法。Even 你想搞李澤楷，你想搞 ViuTV， 你亦都有更加多明面嘅方法。你去到頭先嗰條線咧，我係覺得咧未免太間接咗啲。OK，嗱，最尾我真係想講一句。以前咧，我哋形容呢一啲叫做建制派嘅人士咧，我哋嘅稱呼係咩咧？第一，一係就嗌佢哋做保皇黨 ，OK？第二，可能你會嗌佢做左仔。咁喺呢兩種稱呼有啲咩嘅分別咧？保皇黨咧，其實係代表佢嘅功能上面咧，就係想保住個皇帝，係啦，或者保住自己喺香港嘅嗰個權力核心，呢個叫保皇、勤皇，OK？咁啊，有實際功能喎。你形容佢係保皇黨咧？至少就覺得佢有實際功能，喂，保到梗係好好啦，係咪？你話佢係左派，或者叫佢左仔啦嚇，就用意識形態嚟劃分嘅。咁但係當然大家知道呢個左咧係講緊即係中國特有嘅國情，就同西方潮流裏邊左啊，可能係代表進步啊、改革咧係唔同嘅嚇。咁呢個起碼就話佢哋係意識形態啊，即係都有個一個叫政治上面嘅劃分啦。係咪唔好咧？算好噶啦。正如我所講，話佢保皇黨，佢有實際功能；話佢左仔，佢有諗法、有意識形態嘅一個區分。但係咧，而家已經唔同晒啦。而家你已經好少會用建制派、用保皇黨、用左派形容佢哋。
而家你會形容佢哋通常係咩咧？小粉紅啦、戰狼啦，呢啲全部都係形容緊佢哋嘅一種咧，即係精神錯亂嘅狀態啦、狂熱嘅表達方式啦、冇任何建樹嘅一種咁樣嘅立場啦。佢已經冇得做到保皇，亦都唔係有意識形態，純粹就係亂咬人嘅啫。而更有甚者咧，係香港湧現咗一個名詞，就叫做院友。咁大家當然知係咩意思啦。去到院友，即係由保皇黨去到院友，你有冇留意到咧？呢個其實係一個降級嘅，係一個 downgrade 嘅過程嚟嘅。由一啲有抱負、有諗法、有實際政治功能嘅一群人，墮落到去純粹一班投機取巧，甚至乎精神錯亂嘅院友。所以我成日都話，20年前你會願意同呢一啲左派人士辯論，因為嗰陣時佢哋嘅代表人物可能係曾鈺成。可能係呢一啲叫做即係起碼都有葉劉啊，或者范徐麗泰呢啲人，你起碼覺得同佢有個 ground 啊，去爭辯啦。但係而家陰公啦，呢班人都已經久不露面，而家淪落風塵嘅就係頭先出現過嘅呢一啲院友嗰啲名，全部都係名不見經傳、毫無江湖地位嘅呢一批人嚟嘅咋，而佢哋就係負責肩負起說好香港故事同埋作出政治鬥爭嘅人物。咁你話點會唔係降級？點會唔係香港嘅悲哀啊？上得台面嘅敵人都消失不見，咁咪就係得翻啲院友自己互相提醒：喂，夠鐘食藥啦！你食藥還食藥啦，唔好搞到香港經濟俾你再鬧一鬧，藥都冇得你食，屎都冇得你吔啊！好啦，呢一集就同大家講到咁多，希望大家可以 comment、subscribe 同埋呢個 share 自由 live show 啦，下集再同大家見面，拜拜。